飞哥其实很少被女人打，可是一个规定拢互你好调伊安尼。因为来跟你演戏那个短剧的时候，搞不好会怕干呢。但是有只要跟你讲，今咱看这个影片哦，有一个重点。重点。哦，我们都是夭寿骨的，查某囡仔较细汉啊，带出去安尼。你是看吴淑明啊？思念故乡的情歌。 台视群序为特别来宾陈英杰。请你唔通讲出嘴。 伤心的代志，彼阵的空嘴是永远抹袂平，亲像半夹咱中。当作是你要求要散散去，如今你何必搁再孤孤甜？ 是算啥物？一句话要送你，较好会做你去，亲像你一罐满满是。林雪，谢谢，哎，关了关了。哎呀，你无影啥啦？ 哎呦，我最近呀做天车良庙啦，天车良庙，在家里，洗衫煮饭，别盖了啦，洗衫煮饭熬夜昏，伊都嘛咧泡麻将。洗衫没洗衫拢是 A 高的洗啦，A 高的洗啦，洗衫机这样。他每天都在打牌啊，然后当少奶奶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不怕牌啊，现在贤妻良母啊。没有，最重要是我们大家啊80几岁啊，那在家里我要多陪他。也讲幸福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他看过我上节目来讲，他觉得很自然啦。伊嘛被公公叫我唱歌会听，不会听。那个时期坦白讲，已经蛮拢看连续剧。哦，较济都对了。友好的新妇真正三顿烧啦。即摆就听人讲，安尼讲大家爱看这个连续剧，准备要来参加咱第4、8点档的演出。真的吗？但我当时咧讲这咧。哦，你无要，你无要参加演出？无啦。哎，想当年哦，咱英姐是一个小妹妹呢。什么叫小妹妹？哦，目睭大眼睛姑娘。阮民国60几年的这个吼画面，给它调出来。对，正经的啦。哎，那是制作人很厉害啊。我跟你讲，想当初你是我的偶像呢。是吗？今天来大眼睛歌后来看。来看，来电视小看。哇，够水的。你看我以前崇拜他，不是没道理。民国67年哈，翠笛银针，拜托。 我以前的声音，你的声音嘛，敢若燕子哎，今麦听起来敢若。用这个声，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轻啊，声音比较尖。可是我觉得那种声音，我觉得太假了，很假。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唱国语歌跟台语歌没啥讲。 67年我在念高中。我20几岁的时候哎。 20几岁，哎，我在听。民国75年，玫瑰的夜晚。我这个声音就已经比较接近了。那时候录台语歌了没？那个时候刚开始录台语歌，录了超2年多。改变自己的风格。对。但是安尼嘛真行啊，台湾安尼嘛真行啊。 唱什么像什么，咱咧大家咧厝的吼，猛看讲啊，你的新妇，较早就是这样。那个时候几公斤？那时候38，没有41公斤。他今麦来 double 呀？今麦50。
拜托，你嘛袂使安尼讲啊，少年时阵。对，还有民国83年浪漫的乐章。这首歌我印象很深刻。这首歌是我隐隐祝福啊，隐隐的祝福。哇！隐隐的祝福算不算你第一张？不算，隐隐祝福算是第5张了。第5张，第5张、第6张的唱片。刚刚第1张那个也是最小的时候。那不是，那个都是没有，那个都是《隐隐祝福》之后的电影歌曲。哦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古明伦还没有逝世的时候，跟那个翁倩演的吧。但是大家纳闷的就是讲，我你为什么唱迄个歌的时候是迄个型？啊，尾来过来唱这个歌，哇，伊个是安尼哦。其实我今嘛你讲的是讲，不是江湖味啦，你就不要讲为你写的江湖味，你写的。我告诉你哈，每一个歌车，如果是说每一首歌曲，它有它的表情，对，每一首歌诠释的方法也不一样。哦，是安尼啊。没有，其实唱国语歌跟台语歌完全不一样，是完全不同的。你如果要把台语歌唱成国语式的哈，那就变成摩逼这样子的。先来唱一首国语歌好不好？真正，他都一秀嘛。刚刚那隐隐的祝福，VCR 把它拉出来现场演唱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回忆一下，来。向你说声再见，不管多久，不管多远，隐隐杜鹃。身边，唱国语跟台语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我仿佛看到姐啊，穿一个短裤衫啊，哇，穿一个球鞋，摕一个球啊咧。你是不是？哎，你感觉完全。哎，你不要讲哦。我初中那时候，我们那个时期初中哈，我初中的时候是在苗栗建来毕业是排球的。哦，这样子。排球队啊，排球队。哦。可是奇怪都不，哎，拢没管那家奇怪哦。那排球，看你敢拍有球？拍有哦，有哦。姐是客家人，你知道？我道地客家人。道地的啊。哦，你说爷哦，因为客家人的迄个山歌子有没有？山歌子。哎，哦，那拖音的，它一定是有它本来他们自己的曲风。其实我第一次唱，觉得听到客家歌觉得好听，是因为莹姐唱，就记得啦。有什么代表性的歌我啦？哎呦，那个就拿落水了。哦，那么简单啦，那太简单了。哎呀。天空啊，落水哦，阿妹呀，带到草木来到航水边，航水那江流江，哎，滴个水中秋来秋去。好听。咱咧歌词虽然讲无讲逐字听，有咱就知影讲啊，迄鱼啊咧游来游去的感觉，他唱歌很生动，真的好听。不是安尼尔，而且呢，跟他合作过的男歌手没有一个不红的。没有啊，其实他们都有底子都很好。你是讲多一段时间？哦，他用大部分用我用诶。你起码人公司对唱啦，那是很早 VS 老朋友的时候很多了。安尼那种 VCR 哪有看吗？有，那有正气，那有正气。来，咱看一下来。咱那个大家小讲，我们当生气哦，这是过去啊。过去，你这边。哦，阿基嘛，不在于大歌曲，这82年的龙兄虎弟。这个歌就是你们俩合唱的，这个是 VS 老朋友的第2张哦，第2张。那于大哥对你很好呢，于大哥还帮你挂刀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，人家有钱请他的。哎呦，你们俩声音很搭哎，很搭哈。84年的龙兄虎弟。你看你唱这个歌，我好爱哦。琼瑶时代的歌曲，其实你也唱不少。
路比较多。那么这首歌以前这首是姜雷唱的，对。那么姜雷之后退隐了之后，大部分都是你在重复在唱。而且老师教了，就是我另外唱另外一个方法，全是不一样的啊。对。83年的《天天开心》啊，这个是跟沈文程那个时候，他后来跟我同一张唱片公司，就一直没有红。之后跟他唱《一条手巾啊》，就红起来，又再跟他合唱。你看这首歌曲百听不厌。我跟你讲，沈文程唱这种白衣歌很特殊啊，他难怪他会红，就是唱这条歌曲，让他在整个起来。你知道，阮所有朋友，拢讲伊的声音敢那唢呐，像我嘴拢结个尖尖，我就为何呀心啧啧？啊，那就学他这样就好了。那你就学他一下嘛，他的味道。气化嘛，气化。来，模仿一下他味道，来。你可比云中月挂在黑暗的天顶。我有满腹的热情，可是你呀永远冷冰冰。是你害我心内袂平静。爱你是肯定。在男女对唱的台语歌曲当中，这首歌曲的确是非常经典，好听。是沈文程自己，他自己写的，他写的真的。以前有天分的。一刚那个时候好像是从新加坡作秀回来，那时候也是我帮他。弄的那个在新加坡介绍那边唱，唱完回来之后，他跟他老婆就在那个坐飞机顶，伊说哦，迄面顶全云拢看不到人，我废话坐云顶，你坐较悬你要看到人，他就说这首歌叫云中月。云中月，对。古今秘密其实嘛是文程写的，对他写的。那个时候，因为迄阵啊，我会讲这首歌当初，迄阵刚好我们不同公司。是。啊，无迄阵啊，坦白不能应该是你唱。对我跟他唱的话，他讲说，如果姐姐来唱的话，就更不得了。到今天呢，南基也要出一个专辑的时候，那 K V 当然是要独树一格。对，我们很期待你们的新专辑。其实台上的就像我知道顺子好像录1张2张。那不是最重要的。你老师啊，你爱公那没有很重要，没有很重要。3张啦，没有很重要。哦，那你啊，关系路很多，他很多那个翻唱歌。哦，他比我更厉害，因为比了拍比啊，那我就这样。阿丽啦，今天你要来谈谈哦，接下来新专辑。对，这专辑叫什么名？哦，露珠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歌真的很对他来讲很贴切，因为阿纪给人家感觉就是很阿莎莉那种。大姐大，不过重点，我是刚刚这首歌曲它的重点就是现在的社会，现代女性真多，就是比较女强人很多，像的他们阿婆当地在吃头了对不？做某的人下班回来同款呢，一样是要煮给我囡仔吃，创啥？是讲哦，所以能文能武啊，我跟你讲，能柔能刚，女人真的比男人伟大，或者应该讲说辛苦。咱今晚来听这条最好听的歌，露珠喊，我也期待，来一起来欣赏，来欣赏。男性的虚情假爱，予女性来受尽了委屈；女性的痴情苦海，予男性来两吐深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爱着较惨死？无需要别人同情，嘛无需要天来命令。现代的独立女性，不免靠查甫人吃清，免遗憾，免怨叹，我是女子汉。啊，我是女子汉，有男人的勇敢，面对查甫人，有女人的温暖。
是女子汉，有担恁的勇敢，面对查甫人，有女人的温暖。女子汉，做人是真为难，因为男性也袂习惯世界，予女人来担。其实这首歌曲呢，有很标准的是你很拿手的那种，较日本气口的歌啊，对，就日本味的对不对？哦，不过边仔的偏日本杀客味呢，要醉要醉啊呢。很多ですね。应该是嘛，真久无这款的味的歌。系啊，你曲势真正有够尤其赞的啦。你以前唱一寡像男子汉呀啦、亚瓦拉啦、啊苹果花啦，有啊去。很多啊，无今仔日来秀一首，跟这个新的歌做一点比较，来啦。需要。这首歌曲跟刚刚的《露珠喊》味道是不太一样，但是一样都是有一点像日本气口的物件，这种爱去唱了上好。这是比较国家本的味道了。另外一首我就爱唱的，叫做较细汉。什么叫较细汉？男主汉、女主汉，唱一个较细汉的。无啦，较细汉阿伯怎么你做啦？可是《露珠喊》这个歌名会不会是 idea 从这个男主喊来？许常德对我的歌路也蛮熟悉，那当然，所以当然他要懂得一个歌者，像过去有的歌曲啊，他比较知道过，因为我是正声者，咱正声者，对，正声的声一定要唱比较有比较 power 比较好的，对，要强的。其实许常德因为他自己写词，对。啊，虾属哈，一起专家，他做太多的歌词都是他出自于他的手笔。黄义玲以前好几张唱片都是他做的，所以一下也数的时候就来耶。太经典，他都在这边。查甫人还未准备好，查某人哦，这世界有查某人来担。对呀，这是一般人看不出来角度呢。所以这要写词很厉害的人才可以。像有些人就会讲说，我会问一句讲，人咧写台语歌哦，像写台语的人是不会讲台语的。对，像许有时候也很奇怪，他台语讲的不是很标准。真的吗？一般不然啊，但是他写的很好。是，我叫你甲拜托，我台语哦嘛写得袂歹。这是你以为那是台语的朴素啊？其实，在这歌坛里面，像曾静怡这词都写得很好。对，他有另外他的味道。陈升嘛是啊，陈升的书嘛真厉害，对，都有自己个人的特色。不过在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段 VCR。还有 VCR，不是歌唱了好，戏演了才有赞啊。我当然演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是拜托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听就是制作人讲，就是说只要你出现都是收视率的保证。有吗？有了。那个当下唔知真的，人是爱看那小伟款呐。无啦。小伟啊，你看嘛，你知来 VCR。要记得这代志搞好啊，我帮你讲啦。哦，那好早。吴淑敏那时候好小的时候。龙兄虎弟。89年的龙兄虎弟。吴淑敏呀。淑敏那个是一个囡仔。淑敏演我的女儿。你要找妈妈呢？啊？要传妈妈？是要应指教妈妈。拄只迄条情歌，那是迄个阮张老板叫我代替他唱的。张老板伊不想唱我啦，叫我代替唱我。张老板对你真有意思。无啦，唔是啊，够贵惊着。唔是啦，你感觉我安怎啦？买你来讲咩啦？我啥？我就这么干啦，啊你别吵啦！我明仔载要加班嘛，搁甲吐落。哦，你即摆是当做啥？唱歌一首歌，你咧叫人代唱，你当做啥？我干那啥？你当作我是静态，我静态人就袂啊。张飞这种型的哈，欠电，我这叫来怕凶。飞哥最怕你。其实我是觉得，最早他们在隆兄的时候，他们的这个短剧都不错哈。对呀，因为飞哥其实很少被女人打，可是一个你拢互你好调伊安尼。因为来跟你演戏的短剧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怕干安尼？但是只要我跟你讲，今咱看这个影片哦，有一个重点。哦，咪都是夭寿骨呢，查某囡仔较细啊，也抓出去安尼。你是讲吴淑敏啊？吴淑敏那时候小学刚
几岁啊？10外岁啊？都是什么查甫人咧？你也不管他只会创啥？人这么人这么大汉了，没使你讲那个。大汉来，咱囡仔大汉啊。不是，因为苏敏那个时候是跟我同公司。哦，那样。那么他那个时候刚好是福尔要出他第一张唱片，是叫《少女》的时候，才10几月呢。10几月。那大家上。哎，当时苏敏的话叫你啥？叫啊陈姐。陈姐，她说本来其实她妈妈我们都很熟，她住高雄的。你要叫因为主囡仔，她歌唱比赛我们就认识了嘛。是。那个了是要叫阿姨，然后不过我们叫阿姨啦。叫姐姐就好了。叫阿姨了，阿不叫阿妈别了。啊，怎么样？哎，丈夫来叫一下阿姨。是，刚是你什么意思？你们就是要故意要这样子。没啦，刚是没有，哎，来阿姨看起来哈。不会啦，张富的眼，反正他的脸蛋也是像 baby face 娃娃一样。其实咱这也嘛是咯，咱环境当中一个环保人士。伊唱的歌哦，甲草啊啦，甲花拢有关系。你这把结果，我用一这把也环保，你这边垃圾堆嘞。有啦，你有分类哦。分类啊？哎，有分类。我有一年被改歌凹出来。不过你那个歌确实是我很喜欢的，鸭草啦，鸭草嘛是灰。哎，鸭灰跟鸭草是能雕瓜吗？没有，它是对。它是同一张唱片，可是这2首歌很奇怪，就在不管在中南部的酒店非常的红。哎呦，可能因为它是形容那个，我是觉得风尘女子。当然了，这首歌的词意也是写得很好，蛮好听。是。但重点是听人家讲说，那个时候拍的 MTV 里面是舒淇。哦，舒淇那时候舒淇还没有红的时候。所以大家都没去看你 MTV 的。哦 ，MTV， 我跟你讲，刚讲哦，你知道我多喜欢很喜欢野花吗？我说我知道你喜欢看舒淇嘛。对啊，他就喜欢看舒淇的写真集，康都有。真的。要看原版，拿去他的房间里面慢慢。可是你压灰来对舒淇干嘛去咯？哎，对，那个时候他才一家一转17来18岁呢。登青了对。所以也很大胆的穿着。对啊，啦，姐，你哪像 MTV 哪办啊咧？哪有 MTV 啦？收视率就飙高啊！我坦白讲，舒淇就拍在 MTV 红的哦。哦，真的哈，好了。后来来回味一下这条歌叫《野花》。希望你唔通来误会，阮的爱情无尾卖。虽然人讲阮只要付出代价，愿犹望亲像乌蝶双双飞。免山明海誓，希望风轻轻吹，希望雨轻轻过。但愿今夜咱的梦，不是明日咱的做。野花谁人来栽培？虽然命运这呢歹。虽然身份这呢低，犹原有阮坚强的美丽。一生为着痴情的歌声，予人看无目着，在你的心内，到底阮是野草也是花，虽在风雨人，亲像甲你无关系。明明知影，若搁再爱你，只有是受罪，偏偏希望一生牵手过。若无你的人生，我的心嘛袂像山地望天地变。我爱你，想你，等你，你害我误我别我，含着烧酒一滴饮甲干，把酒淡哭袂出声，心肝冷亲像冰山。请来为你心痛，一
情的梦，啥人叫寂寞？我爱你，想你等你，你害我，我逼我，捧着烧酒一滴，啉到干。我觉得在这首歌曲里面哈，你怀当去过老巴赛哦，跟他能力堂我讲了，赞叹，尤其是刚刚那高音啊，唱一点来点落去，哇，那个感觉，我在听他担心会不会飞不过去，不会的，就真正的啊，然后鬼鬼啊那啦。这么讲好了，安尼讲起来，你的歌曲哈，盛情也到，对，就比如有时候我们很多人不太敢唱我的歌，对，因为那你自己呢？你自己有没有，比如说有时候感冒啦、烧声时，你唱这种歌嘛，讲给到。如果是小夸烧虾的话，我可能会降一点音。你看我看好唱的歌，哈，你好像你的歌都是这种。我觉得我的歌，其实真正尊长是要经过大风大影的，好厉害，降 key 简单，呸！哎呀，完全不降 key 啊！可以过来看看边下去。大姐，你知道你这辈子唱过一首最经典的歌曲？什么歌？哦，你绝对去家己嘛唔知影你有唱咩歌啦。你不能讲说经典哦。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经典的歌，都是很好听的歌。那这个你不能这样讲，不是对不对？有一首很厉害的，连你家己嘛唔知，哎，我来唱一段歌咯。真的吗？来，有来看一下影片。这条歌你捌听过？嘿，民国85年哦，综艺夜总会，85年的综艺夜总会，哇，那加固啊！这个是钟汉良的时候，对，小太阳。你穿这样很好看呢，粉红色，基本上这个唔够钱，没啦，不会这么。像粉红色好粉色哈，有点粉橘，很美。看他大字报写什么，一定要看，全部都没有意思了，你看。没有。我的天哪！扎林信我。哦，那很久了。奶哥跟那谁的？那时候是吴君如，对，吴君如。有时候光用那个英文拼音，有时候真的不准，然后就用想象的，然后我自己有些自己的拼音，大家可能听不懂。哎呦，只有我是自己看自己写才懂。是你自己写的。对，所以大字报也是我自己写的。哦哟。啊？这句英文啊，这个轻松灵性，轻桑桑，灵性落朵。对，主持人是吴君如，当时有一前几年的时候，他曾经来台湾发展，主持过。对他那时候对主持很瘦的时候哈。不过以前综艺节目是真的是很精彩哎，就譬如说艺人都很愿意配合节目来学一些他不行的东西。对，其实应该要有这样子的。对，其实是这么环境的关系了。现在太多综艺节目了，那今天的 K 家被重这被重黑，就是说到后来他觉得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看那个 VCR 里面有一首歌曲《嗨嗨零星》，马西里经典台语歌，那个时期好像在华年前哈，那么好像是新台语歌曲的一种新台语的风潮第一张起来的。那个台语歌词写了很有质感，就有内容哎。其实该几啊拜呢，这个写词的娃娃，他是改了好几次。娃娃嘛是写歌词的谱咯。这是娃娃下来的，不是歌星娃娃，是娃娃是那个写词的娃娃。写词的娃娃，难得的经典，咱来欣赏。嗨嗨零星。人讲这心情含较快活，唔通太认真，想着会惊。有人真故意，定嘛是有人变卦。这人情怎样才快破？人讲这人生，海落雨行。唔通我头茫着会梦，有人爱着阮，偏来的是别人，这情债
怎样行到输赢？轻轻松松你想落渡阮来行，无人承担，永远孤单。阮的欢喜有缘你做伴，要离开，悄悄阮无牵挂。人讲这人生海路好行，唔通我头茫着会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有来的是别人。这情债怎样行到输赢？这情债怎样行到输赢？这情债怎样行到输赢？我比较讲真的，就是说不是很好唱的歌，对，因为它的字贴的蛮国语化的，但是你要把台语把它凹文凹过来，也是不简单。是不是这条歌的歌词，然后像少年的查某囡仔唱，可能体会不出来，嘛是唱不出来。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刚红的时候，好几个像有的像童安格，好姐姐，我好喜欢你一首歌叫做《海海人生》，那个就有回响的，像奶哥啊这些，就是属于唱国语歌曲的人会喜欢这种歌曲，对，就表示说学生。他们也爱这个，他也会爱接受，因为不会觉得说台语歌曲都是那么怂，对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有的台语歌不是要怂，是因为要配合有的观众群。对。像我妈妈那个年代，她讲我唱海里，伊讲你唱啥我听无了。我不爱这条歌，也爱开的什么波乱的啊，就这个呢，他 local 的歌曲，所以这样子。哇，所以讲这有感情的人哦，都有一个有感情的路通好行。唱歌要有体会，讲这个歌词唱出来意境要够。对，所以有些意境是需要人生一点历练，对，在我都唱会出来。接下来有一段 VCR，里面就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历练。真的吗？来看这看这。我干女儿，86年的《龙兄虎弟》，这是凤娘，张凤娘。他现在几岁了？他那时候才11岁。他在那个有台的比赛，歌唱比赛，10几岁唱，他11岁的时候刚好唱《荷花嘴》，那么刚好那老板娘说，介绍给你，好会唱哦，然后认我做干妈。在跟凤娘唱那首歌曲的时候，是不是你最想当妈妈的时候？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怀孕2次，那么怀孕2次就是都没有，没那个缘分呐。那么后来我觉得说，那个干女儿也很好啊。那么到现在呢，她已经大学了，那1个多星期就打电话给我，那我希望她好好念书。哎呦，唱歌不是永远的，只是说她如果是喜欢，有一天的话再把她带出来读。你并没有支持她走这一行。我没有支持她，但是她喜欢唱，可是她唱歌的时候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但是这把大汉都无啥感觉呢。在无跟其他的时阵不一样呢。你是说小时候唱歌好爱唱，可是跟长大唱的不一定成绩很好？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可能是因为他现在长大，他喜欢念书，那么对歌唱他不是很积极啊，但是也是很会唱。我跟你讲，林刚你再传一来节目哦，改天我再回味一下。改天我再跟我们副歌讲的，带他跟有另外一个吴欣达来一起再上节目。这2个都是一个是我的属于小徒弟。叫吴欣达，也很会唱。阿达拉，哎，我认识他。对，他是很乖的一个小男孩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英姐帮我们唱一首歌曲，经典的不得了的《最闺蜜》。好，最闺蜜。啉落去，上该好是7分醉，行路噗噗脚开开，摇来摇去，跳呀跳呀，西来西去，茫茫渺渺在无地。迷人的歌声，亲像无言的你。其实这首
歌叫做有迄个投球运动的，投球运动。吼，迄日本歌叫啉酒的，大家欢喜来啉酒的。最后过一句爱拼啊，假嘿呀。对 ，Andy 有一个就很像，对不对？哇，现场规拢快乐起来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你唱这种歌曲，其实大家也很喜欢。对，因为那时候这个简单。迄阵有工地秀，反正工地秀，我的这首歌。有时你想忘记了，迄条我头前小小唱掉伊。较早好好玩哦，以前我们在做工地秀，像罗碧玲、美凤他们，然后这迄条我唱，迄条我唱，我不就啥？伊讲你做这歌唔免玩到安尼。说的也是，对对。唔是讲做真济好歌，互别人唱哦。伊即马讲的提携新人。其实他一直常常提携新人啊，像刚刚凤娘就是张凤娘。最近呢要提携一位。叫无球是不是？其实这一位呢，他是在跟我们阿德哈，阿德跟许常德是他在这荧幕上的网友。哦，网友。那么同样也是高雄南部人。那么有一天阿德刚好去南部，那么跟他见面之后，觉得哎，这个人，我是讲的说。虽然他的手有点残障，可是呢，以属下要加厚，哇，也要下属，买要下 Q， 所以我觉得说应该算是坦白讲，已经嘛比目前哦，踮台北嘛是有啲工作在做。哎，你讲我这，咱先给请出来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要求无球来，来，哦，吴老师，哇，来，一家必属啊，圣公阿七都就给你俄罗干呢，没有，我是觉得，你好，你好。伊会惊歹势，惊歹势吼。免惊，该拼啊！哎，西装我给你摕咧。你是不过吴球呢，一定有他的这个特殊的才艺或者才能。许常德这种古摸的人呢，对，他自己本身很有才对，许常德是很古摸，所以他才会欣赏他，是什么样的道理？你觉得阿德会？阿德为什么喜欢你？刚开始是我出一个题目给他写，那就是关于那个人球事件那个事情。对，那因为我知道他很会写歌词嘛，那么我希望说我出个题目让他写写看，那么他很快在时间内就写出来了，我觉得他很有实力。哦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就。轮到他考我了，那么他写歌，他在网络上贴了歌词给我，那第一天也贴5首，第二天也贴5首，所以我在2天内把所有的曲全部都完成了10首歌。哎呦，的 CD 里面有一首叫做《你陪我啉一杯》了，我们可以马上来欣赏这首歌曲。好，来。是无奈，有爱伤心来，来到相思海，就入巴肚内。心为男子汉，爱煞无勇敢，茫茫的世界。水是我苦，反正嘛无人会烦恼。加油，就来天路，人生暂时莫清楚。你陪我啉几杯，我最后吐真话。若是听无，莫叫我解释。莫叫我解释，我对你唔到底，目屎叫来烘焙，管他爱是黑暗的社会，黑暗的社会，管他爱是黑暗的社会，黑暗的社会。